勇士新小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哦！哇，紧张起来了，好紧张。第一关的名字叫做“统统闪开”。还不错，你看他上了以后呢，显得非常的淡定。哎，现在顺利到了第4个桶，哎，好，不错。这就是大长腿的优势。马上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关，晕头转向啊！看看今天呢，小萌在台上是否是转向晕头？哎，不过目前种种迹象表明，他还是很清醒的。还在犹豫，不敢说话，还在犹豫，还在犹豫，还在犹豫。这要跳那个大的，跳那个大的近一点。好惊险！哎，这是专门特殊采用的这种就地卧倒战术，看上去惊险，但是非常平稳，非常实用。好的，哎，太漂亮了。哇，现在他已经顺利来到了准备冲击这叫忐忑齿轮的平台。忐忑齿轮一发入魂。有点惊险，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啊！现在赛程已经过半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他已经登顶成功，然后整。锤也不肉说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太可惜了啊！太高了，这个他们扒着再跳过去。新小萌都没有过，你觉得你们能过吗？肯定是放心，他应该用脚踩。对。哎，他就是实际上起跳点不太一样。是，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可以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跳的时候那个太高了还。还是有难度的，不能太草率，对，像我一样太草率了，太自信了啊，还是不能轻敌的，刚刚在里面看，其实也特别为辛晓萌感到紧张，他已经就是闯到了挺后面的部分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在第1位，这个勇士就可以把我给解救了。你看，我都已经把你的快递单给填好了，冰箱就在你面前，但是你没有拿到，很可惜。